来讲洛阳区的安全问题，这洛阳区无成饭店，饭店有柜台人员，房间的门卖当锁，这个天道，亦就是这个布棚厝呢无材料锁，这个营区又搁真大，这个空旷所在到底要安怎顾安全？这个华视记者有时到台中一间合法洛阳区，这个营地有安正这个监视器，尤其是民众会行来行去所在，还有比较较稳密的路，卖挖个监视器来看。另外，员工需要轮班，24小时拢有人伫柜台，万一若发生问题，洛阳的民众都找有人通解决。伫咧前景验草埔搭上甲天道，佮看风日头拍嘅天幕，内底早就已经铺好湿碰纸，穿好洗肠用品，舒适佮便利。这几年洛阳风气事件，真侪家庭朋友利用假日去洛阳，行入大自然讨放压榨嘅心情。毋过看看开放营地，天道无法度锁门等等安全嘅问题，到底要如何监督？就比较安心啊。对啊。如果你发现一些状况的话，最起码我可以跟园区反映，它可以调。行入园区，会当看到游客来的路边有采录影机，佮有建着不的像灰啊毛装录影机，翕会边仔的细条路。园区里面总共有72支的一个监视系统，每个出入的一个门都会是有需要感应的装置，它才能够进去，一般的游客是进不来的。除了有伫咧录影监视，园区工作人员嘛必须轮班。迄天有值班主管提兵，24点钟后游客拢会当找到人。进的，好，来，我们进去。这边是我们的下午茶区，也是属于公共区域。我们的监视器一进来，这边就会有一个从各个不同的角度。业者讲，民众报道时，要先做好实名登记，包括带做伙旅客函抄好，出一卖透过安全手环。业者强调，做好安全的计划是保障游客的第一步。同时嘛，提醒民众选合法管理完善的营区，好洛阳毋若是享受大自然，伫咧遮困买规暝拢困会安心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